黃偉文的前因後果。本節目內容純屬主持人個人意見。林鄭掌握咗一個民望提款機，一旦遇上對佢不利嘅醜聞，就攞新界特權嚟打兩錘，唔使真係做嘢，單係講下都可以贏得全港一陣掌聲，轉移視線。香港回歸，人心未歸，北京歸咎於3座大山。第一座大山係英國人留低嘅公務員系統，第二座大山係新界人嘅特權，第三座大山就係下下以美國價值為依歸嘅泛民主派。新界鄉紳享有特權，根源於1967年全港暴亂時期，佢哋政治豪賭，買重咗英國人嘅殖民地政府，聯合打壓本地嘅左派勢力。整個新界各鄉各村唔准掛一面5星紅旗，唔准有一句打倒港英政府、打倒白皮豬、黃皮狗嘅口號。地理上面隔斷咗中國同市區，羅湖北嘅解放軍、紅衛兵日日叫口號、唱紅歌，但香港嘅左派工人學生就隔咗大塊新界，無法同佢哋呼應會合。殖民地政府就可以全心全意應付土共嘅罷工、罷市同滿街同胞勿近嘅菠蘿。暴亂平息，鄉紳以陳日新為首組團去倫敦謁見外交大臣，要求新界人同英國人共治香港。新界派代表入行政會遭到拒絕，台面上面唔可以俾你名分，台底下可以俾你利益，呢個就係英國人一向柔性管理嘅政治技巧啦。從此陳日新可以私自攜槍保家衛族，乜嘢僭建丁權亦紛紛出爐。丁權唔合理，分化一般香港人同新界人，路人皆見，但代代政府屆屆局長都含混其詞，知唔不應，就係呢個原因。今日以超筍價錢送咗海運大廈俾九龍倉，林鄭無言以對，唯有又攞新界特權嚟祭旗，取消丁權。講下啫，2029佢老人家喺英國含飴弄孫啦。